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林伟君、洪浩俊、大久保麻里子、陈以威、吴鹏凤、吴敬贤、梅芳、林义雄、尤耀光、陈明克。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你知道这是哪首歌吗？我写你，写你去看星星。敏佑的歌，什么歌名呢？歌名不重要了，就敏佑唱的。那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了。原主唱的家里有一个，给你提示一下。可以陪你去看星星，那就看星星。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这是监察委员陈淑明因为约谈前总统马英九这个案件的法官，引起到司法界倒单反对。在这压力之下，陈淑明已经主动提出要辞职，也不过总统府发声明，讲希望会当慰留陈淑明。现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监察委员陈世梦一直是监察院里面焦点中的焦点，而近期内呢，他更是因为多次扬言说要约询马英九案的法官，而引发了不少争议。不过现在最新消息是，陈世梦已经主动提出请辞了，他的辞呈送到总统府，府方是表示希望可以慰留陈世梦直到他的任期结束。不过对此，朝野见到时有不同看法，来听立委们的最新说法。陈世梦监委请辞，我觉得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觉得他早都应该自动请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整个司法独立的一个过程里面哦，你用监察委员的身份去干预司法，这个是非常不可原谅的事情。既然请辞，当然予以尊重了，总统府发出的声明是希望可以慰留到任期结束啦。这个都尊重当事人。对于陈世梦的请辞呢，国民党团跟亲民党团都是表示说他们尊重陈世梦的请辞，也认为说他其实早就已经不是认了这个请辞是正确的。而对于说这个请辞的时间点是在选举之后，当中是不是有任何的选举考量？对此，民进党团倒是表示呢，他们是尊重陈世梦的说法，不愿多做评论。以上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继续来关心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员蔡壁如昨到立法院参加说明会，也毋过伊提早离开，半路佫接受媒体访问，引起到立法员一个助理无欢喜，讲伊假规假怪。而且蔡壁如出面来驳回，伊讲这件代是一个误会，带大家来关心伊详细的讲法。这个是这样，就是立法院当时他有来送件的时候，那他有提到说1月16号是一个立法院的说明会。那当下送来的那个，他们叫管理员还是什么？那我刚才讲说好，这个我会亲自出席，所以那另外就是有秘书会随行。那我后来我看了那个议程，我跟他讲说，那个后面的参访，就是环境的参访跟中餐参叙我不会去。那这个我们都有跟他登记好。那这个去做说明会，我想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听到里头总务处的一些怎么样的去申请，其实很重要。里头一个我还听到了就是资讯处，就是说它里头有资讯处，它能够提供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立委的一个个人的网站，还有就是那个选民服务，还有一个网站。再来就是它有一些图书处里头有一些，比如说每天的国内外的一些大事情，还有公报处，它有一些就是那个议题的一些那个议程，公报。其实这个对我来讲都非常的受用。当然你说叫助理去，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那只是我就是出来，我不晓得就是你们太多媒体了，可能让他觉得说
我不晓得他的误会是什么，就是说我带了一堆媒体去。他是批评。好，拄则咱看到就是蔡壁如上新的讲法。小连线上新的社会消息，先来关心南投县埔里的牛面里，昨暗9点无人开枪，一个42岁姓潘的查甫，互人发觉伊倒伫咧手车桥，本来就准讲伊是啉烧酒醉倒伫路边，民众赶紧通报救护车，甲伊送去病院。落尾来到病院，发觉讲伊下海一直到这个暗棍，敢若有互人开枪靠着，该在治疗了后无性命危险。这个查甫即马甲单还阁无法度讲话，警察嘛已经透暝伫咧侦办，已经查一个嫌疑犯，登去调查，详细情形即马等咧了解。另外，这件车祸意外，这是彰化发生的，一个37岁姓顾的查某人，伊赛车要赶去上班，结果经过二林中清路，准备要倒弯到中安路的时，一个无细力发生车祸，敢若是因为失神去，车先驶离开，车道偏位倒平，煞来驶过双黄线，搁再弄到规个路边的别台车，因为规台车抓袂牢，弄一个真正力，伊本身嘛并车，四脚向上天，互人救出来时，尻川屁股会痛，该在无啥外伤，头壳真清楚，无去弄到过路的人，即马跳出的原因等咧进一步调查。过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有民众看到台中太平4号路有一个骑倒摆的人，为了要整车，险险跋去对面车路，看起来实在是有够危险。没想到卡达珠啊，还有一个囡仔强强摔出来，该在迄当时对面无车，骑倒摆的人伊赶紧把囡仔牵起来。警察讲，奥多摆卡达珠啊，袂当骑人，若是安尼，因为违法，可能会罚300到600。台中太平树校路顶悬，为着要超车，奥多摆全部拢徛伫咧路中，这台就差一点要徛去对向，向奥多摆顶悬有物件落落来，惊死人是一个囡仔，佮看一摆，奥多摆就用要徛去对面啊，囡仔就安尼对倒平落落来，摔伫咧涂骹，奥多摆技师看到嘛惊着，赶紧停车将囡仔抱起来。赶紧来安搭这个一直咧哭囡仔，这段影片互人铺上网络，网友嘛讲足危险的。有人讲先啊无爱用安的，囡仔应该是困去啊。佮有人直接点名边仔机车道有违规停车。所以你拢会互伊徛头前，啊手甲围咧，骹甲围咧就对啊。坐来街仔路看，家长互囡仔徛伫咧奥多摆骹踏板顶悬，虽然知影危险，但是嘛真无奈。警方讲，其实这已经算是违规。负债人或物品未依规定的话，那我们可以处就是300元到600元的罚款。那如果未戴安全帽，可以处600元以下的罚款。警方表示会加强来处罚，技术载囡仔嘛着爱遵守交通规则，上好会当互因坐伫咧后座有固定的座位，戴安全帽啊，若无亲像安尼囡仔落落来，好加在边仔无车经过，若无效果是真歹料想。记者综合报道。景行无好报来看到落雨天驶车唔通驶伤过强，在62线快速车路9公里的所在，就发生这件车祸意外。代志发生伫早起是7点半，上班上课时间，一只上百万福特野马，敢若因为吹伤过紧，规个厝内去弄着，车的头弄甲密密麻麻，零件嘛落甲规涂骹。警察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派吊车来吊。拄啊好是上班时间，车一个伤过济，踢车踢几多公里长，车踢半点外钟。该在这个赛车的人无性命危险，详细车祸原因，请嘛警察等你了解。过来看到听到救护车呼呼弹，无让救护车先行，结果发生车祸。嘉义市中兴路和友爱路12路口，一只救护车载一个中照的病人，和厝内人要去病院，结果一只自家用驶经过路口的时，无让救护车先行，直接甲伊挤落。拢总轿车内底2个人，救护车7个人拢受伤。双方初步了解，拢无啉烧酒，详细车祸原因，即马等咧调查。一台救护车驶过路口，互另外一台轿车为边仔甲弄落。小姐，唔管警消安怎话，倒伫涂骹的2个查某人就是无反应。小姐，来我看一下。警消量一下心跳，发现这2个查某人情形真危险，不过另外一边还有别个伤者。回想那边那2个好像叫都没有反应，那2个女的。现场乱糟糟，救护用品落甲规涂骹。一台救护车伫半暝2点半经过嘉义市中兴路路口的时阵，互一台无让伊过的轿车弄到，正平头前脸当场落去。迄当阵救护车当要载一个病人甲家属过去病院。发现救护车上有1名呼吸急促的男性病患，立即请求支援
4部救护车及1部器材车。车祸造成轿车顶的2个人，佮救护车顶的拢总7个人轻重伤，送去病院治疗，好佳在拢无性命的危险。若是无让救护车经过造成死伤，会罚上济9万块，佮会吊驾照，民众一定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袂当无细腻，又搁发生长湾世界的时，内底咧有侦查引起车祸事故。一个46岁细腻的查甫骑奥多骑这个脚踏车，经过南投县玻璃镇一个12路口，互一只正歪的大货车弄着，人含车拢加入去车卡，送去病院急救了后，倒边大腿都要切掉。经过调查，是货车的内底咧有侦查，因为赛车的运将看袂清楚，才会发生这件意外。大货车这个运将，互警察依照伤害的罪嫌依法送办。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 U-Bike 2.0，15起在台北市公馆地区来试办新巨型 U-Bike 停车条，因为未下，还有更较侪所在来放新车。交通局即马就取消一块所在，奥多摆的停车格换做 U-Bike 的停车区，引起到附近百姓也有骑奥多摆这学生囡仔，大家真无欢喜。落尾交通局嘛回应讲，因为新一代 U-Bike 设站较活跳，后日都会加利用这个蓝山地，尽量卖取消这个奥多摆停车位。悠悠卡一个比，随着完成租车 U-Bike 2.0，15号打开始试营运。唔拿车的外表来改版，租借的方式嘛全面来升级，但是新款甲旧款车条是无相同，借车行车是袂当通用。台北市交通局只好取消部分地区的奥多摆停车位，来装饰这个新款的 U-Bike， 但煞有袂少骑奥多摆的人烦恼停车位减少，就会比较难找。现在变成我们都。我以为他那边会增设，你知道吗？差不多过9点之后了吧，可能对那些上班就会有影响，可能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再过来上班这样。他们现在停完之后，没位置停，都会停到这边来，所以我直接停这里，大家都会停出超出国日。以大安区和平东路巷仔内的设点来举例，附近的学校真侪，阁有办公区甲真侪徛街，本来就已经是真歹停车，即马阁减少奥多摆的停车位，亲像是这排本来会当停差不多15台奥多摆，改装设 U-Bike 2.0的车架，恐惊会影响到骑奥多摆的人的权益。U-Bike 2.0有自备自己的电源，所以它在设置上面可以比较灵活，规模也可以不用像以往的1.0要那么大，可能一些的提领用地就可以来做设站。新款的 U-Bike 车的设计是较有变化嘛，较方便。交通局强调，未来设点袂阁再干那考虑伫咧停车位，嘛会看即摆试办的结果来做调整，减少脚踏车甲奥多摆来抢地盘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这是富平达外送人员保安公司降送料理的费用，本来北部一组是收70块银，6加60块。另外，台中、彰化、高雄、屏东6加剩57块，也搁有宜兰、云林，也搁有嘉义地区剩55块。外送人员抗议6价减薪水，伫咧北部、中部、南部拢有无送的情形。咱看到这是中部有差不多50个到80个外送人员来到台中市政府头前广场来到镇政署，下晡有外送人员组一个工会，和头家代表开协调会，假使若是协调无成，可能会继续发动来抗争。还我70元！还我70元！50多名外送人员即伫咧台中市政府的广场头前，举布条啊来咧抗议。一碗饭，你今天一个人吃一定够嘛？可是啊，无限的真的4个人吃。我们肚子要填不饱，还要扣我们基本薪资。幸鸟外送人员不满公司单方面来改送单费用的计算的方式，将每一张单对原本的70块，北部降到60块，台中、彰化、高雄、屏东降到57块，宜兰、云林、嘉义降到55块。这互真侪外送人员是真生气，讲新制度坑杀，阁有外送人员组成工会，提出其他的诉求，包括拒绝疫情，也就是呼吁资方来废止接单超过5000块，就会被迫停止接单的设定，阁有解决算唔到钱也是欠钱的问题。来举例，外送人员送餐是收730块，但是平台是写收740块，外送人员就要家己来付加出来10块，也阁有该领薪水的时间的这个情形，嘛互外送人员真困扰。外送人员希望平台会当符合台北市外送平台自治条例，提供外送人员保险，阁要确立合法承揽的关系。每个月资方
拢爱派代表甲外送人员的工会代表来开会。5个共识一定要达成啊，没有的话，我们也不排除下一次会有一个抗争行动，对，不排除提出他的诉求，在会议上面，去跟那个业者这边做协商。因为台北市劳动局进前通过驻地条例，要求外送平台要提供全时段的保险。外口都咧传讲，是不是因为安尼，互资方来调降外送人员接单的费用，将保险费转去外送人员遐？目前也搁爱调查，若接单的费用爱安怎来调整，嘛就爱等劳资双方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利用外送平台来送料理，假使这个食材内底若是有问题，安尼要找什么人讨？家人道民众咧人面前讲用外送平台来叫料理，结果物件食完的时闻到怪味，佮敢若看到下骹有屎的物件，伊随闹屎想要吐，去甲去检举。业者落尾出面看冤枉，讲到普通时拢有咧消毒，唔知敢是外送平台有问题。也毋过卫生局加早认定讲早顿店环境确实无好，已经要求爱限期改善，若无上少罚6万块，上重罚甲2亿。款糜汤糜啉甲直要看到碗底，毋是惊喜，是惊到黑色的物件沉伫咧下骹，佫有奇怪的味，互民众看甲硬去。叫那一间的那个早餐店，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有一股妙味，用汤匙舀到最底部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怎么有2、3颗那种不知名的物品？代志就发生伫咧家人，张小姐利用外送平台订早起店的早顿，结果番糜汤糜食甲剩一喙，才发现有2、3粒怪怪的物件。过无偌久就开始歹巴肚，想要吐，除了赶紧去看医生以外，嘛起甲来破文，而且有向卫生局来反映。打去卫生所反映，卫生所就说，之前就有人反映过。原来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毋是头一摆啊！网友看到拢讲，足无卫生的，佮讲可能有汉他的病毒，业者无顾食安，互人感觉足烦恼的，互人指控的店家提出相关的证照来立法冤枉。这嘛嘛是拢有在做消毒，而且我们都是重新装潢，本来卫生方面我们就很注意了。如果他没有改善完毕的话，我们依食安法可以处分他6万块以上的罚款。头家娘强调，以早拢无人来反映这种代志，自从加入外送平台了后，才出现投诉的案件。目前会配合卫生局做好内部的控制，以免期限到啊也无改善，拍歹家己的招牌。记者综合报道。佮再来看到目睭花花不啊，看做菜瓜，高雄一个公园团公内底有沙鱼，这是高雄社教馆最近有人发觉讲，馆内底这个景观水池内底，哪有2只外形和体型亲像是沙鱼的鱼仔同款，看起来不哩大只，后壁鱼领也佮有尾溜，拢同款，也毋过沙鱼应该是正水鱼。这个毋是咸水鱼，毋是正水鱼，那会来过咸水，学出来食过河。原来这是一款大型的正水鲢鱼。过去研究的资料毋捌教过人，可能是互人无爱吃放伫遮。有民众曝网讲，高雄社教馆的景观水池内底有2只沙鱼，体型大约1公尺长，明显是比其他鱼仔搁较大只。哦，都不只大只呢。有的民众知影特别来找，毋过沙鱼明明是咸水的鱼种，哪会伫咧正水的水池内底？官方出面解说，爱民众免烦恼，这毋是沙鱼。它虽然在这里，但是社管其实是有掌握它整个的一个现况的。我们的保全它是有固定这样子在一个巡逻的。原来这是正水大型的鲢鱼，佮互人叫做是升级丝线鱼，分布伫咧亚洲的湄公河流域，属肉食性，上大只有3公尺长，上大的特征就是这圆圆的鱼。喙真宽真大，嘛无怪会互人认做是沙鱼。官方研判，因真有可能是互人弃养伫遮。我们有观察到，这里因为无锅鱼多，所以因为反而它在这里其实有一点点抑制的一个效果在。官方指出，目前池仔内底上侪鱼仔是台湾鲷鱼，就是人咧讲的五过鱼。生炭见若一到，就会向来逼济。这种大型的鲢鱼，颠倒会当控制鱼群的数量，毋过也是爱呼吁民众，为着要互生态平缓，莫阁弃养伫咧水池仔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提醒大家，为下暗起，大陆冷气团落南了后，愈晚会愈寒。下暗一直到明仔载透早是这波冷气团影响上界明显的时间，特别是北部上界气温落到差不多12度、13度。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或者是较晚山区，气温可能落到剩11度。另外，北部、东部地区嘛要特别注意一寡所在较会落雨。规个看起来水汽无亲像顶一波遮尔啊济，也有中南部地区影响无亲像
北部遮尔明显，不离个日时暗时温度差较济，若是较早出门较晚登去的观众，都要特别注意。冷气团一直影响到礼拜日的透早，一直到礼拜日日时，还有下礼拜一冷空气慢慢会变较热，温度才会慢慢起来。讲到天气真寒，这2天嘛拄啊好是大学学测上场的日子，拄啊好拄到冷气团落南，一寡流感的高峰期，引起到学生囡仔大家拢真紧张，挂喙暗，也有微微紧来考试。这时段嘛特别替囡仔穿小落包，替这个考试的学生来加油。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洪泽银来带咱了解。泽银。好，普罗各位观众，记得目前就位在这个师大附中哦，因为今明2天就是学测日了，是考生们的大日子。那今天早上呢是会考英文科，而下午则是考国文的选择题，还有社会科哦。那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天气是有一点湿湿冷冷的，因为就在今天哦，这个大陆冷气团南下。那根据中央气象局预估哦，其实说在北部跟中部还有宜兰的地区，大概最低温大概只剩下13度左右了。那南部花东地区呢，最低温可能是15度左右。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不少考生哦，都穿的非常多，然后也因为流感，所以会戴着一些口罩啊，还有围巾的来应战。那下面来听一段稍早访问。带暖暖包，如果需要的话这边使用，然后进场原则上它不会带进去，平常心，但是尽力而为就好。好，可以听到，其实不少家长都准备了暖暖包这些保暖小物，要来给考生们暖暖手、加油打气。那其实虽然今年还是延续这个选考科的制度，但根据大考中心统计，还是有大概60%以上的学生是选择5科全考的。另外，今年也有新规定哦，也就是说，所谓的手机要完全关机，否则呢可能会扣该科的3级分，甚至是整科0分。所以也提醒考生要特别注意。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泽英，再来关心，今仔日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伊选举了后第5天上班的日子，伊早起是8点钟，早早就出门准备要上班。现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孙慧冠。市长早，这么辛苦啊？对啊。沈主播，今天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大选后销假上班的第5天，而上午呢，他是在8点07分左右就步出了住家大门，还跟媒体打了一声招呼。不过接着人就上车了，没有多说什么。而今天上午韩市长呢表定是没有公开行程的，下午他人则是会到六龟去参加农民节的表扬大会。另外，针对了名嘴黄光芹爆料，韩国瑜阵营在选前呢以为自己会赢，已经准备要开香槟来庆祝了。不过最后是输掉了这场大选。到底有没有开香槟这一回事呢？目前韩国瑜是没有正面回应的。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会馆，搁再来关心，咱拄开始新闻嘛讲到讲，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院蔡壁如，伫立法院和立法院的助理，伫人面前讲伊爱假鬼假怪，即马这个助理的身份已经互人找到，这就是民进党立法院郑文平办公室的人员。下早郑文平嘛证实这件代志，伊讲应该是会当互相来理解，来看拄则访问。昨天我也是看了他的脸书才知道那因为他没有写得很白，我后来去找了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大概了解一下昨天的那个立法院的公办助理训练营的状况了。那因为这些年轻朋友在我办公室都习惯说我们做得到的才讲，做不到的我们不讲所以他们虽然在立法院待了快1年我也是强迫他们去参加新生训练。那昨天的确是在那个状况，他们大概觉得说如果是有心立委本身要来参加这个新生训练的课程，那就应该要大家好好上课。那结果大概是新科的蔡委员应该比较忙啦，在外面受访的时候打扰到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年轻朋友大概不太愉快。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互相理解啦，这是小事情。委员想问一下这个陈之梦的事情，现在大家有传出一个说法是说，因为蔡总统上任了，所以他选择请辞。那你自己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请辞一定是主动的。那大家也知道陈之梦监委他的个性的确是比较正直刚烈一点，所以我相信也不太有人说可以去影响他自己的决策。那如果他可以主动请辞，蔡总统也批准的话，这个都尊重他。现在蓝委是把他们操作成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选举考量在。如果选举考量的话，选前就会公布嘛。
所以选后大家才知道，这也表示说大家并不考虑选举啦。那监委的职权跟监委现在必须要在立法院那个过半同意的状况，其实监委常常他的政治立场都会有时候会被认为说高于他监委所需要的那个当初的功能，所以我自己的政见认为说，虽然门槛高需要修宪，但是我认为应该废掉监察院。现代的民主政府其实监察院的功能在行政院跟那个司法院处理就好了。所以其实监委在这个时代，即使他做对的事情，那因为处理到政治人物，都会被认为有政治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对所有的监委办案来说都没有必要了。那这个监察院真的该废掉了，这个才是更严肃一点的问题。因为月下有人讲说，这个中兴大楼这个西侧的这个风水好像不太好，你有这个感觉吗？还是？其实在立法院各种传说都有啦，以前还有说议场里面哪一个位置特别身体会比较不健康。而我自己不信风水，我在第9届回来立法院之后，我们办公室根本连抽签都不抽签了，我们主任去代表我，然后他就说最后一间剩下就是给我们。那这一次我也顺利连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风水啦，哪一栋楼哪一个办公室啊，特别怎么样这个都是增加一点过年前的那个。这是故事性而已啦这些拜官野史大家听听就好。那立法院里面其实比较主要是大家有没有努力，有没有被选民认同，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重点。那我不认为有什么风水的问题。你怎么看？因为现在邱毅其实好像在这个大陆上当起网红来，甚至散发一些所谓的这个武统言论您认为这样是恰当吗？邱毅过去在台湾不管在民意机关里面还是在政党里面都吃香喝辣。结果你真的真面目一掀开来那他竟然是小时候看着他们这些人喊着要我们统一中国，然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些人现在摇身一变变成要中国武统台湾，这就是他们让人家厌恶的地方。如果你回想几个月前国民党还要提名他做不分区安全名单里面立委，你就觉得真是吓死人了那国民党现在也在讨论说他们要不要去修改他们政策纲领里面的9·2共识。其实9·2共识也让马英九总统执政8年。他们当初没有去发现说，或者刻意忽略掉说，中国在这个什么一个中国里面根本没有各自表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早就该被淘汰了。国民党他们要去思考，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两岸主张，你遇到中国膝盖就软的问题，这种自己内部都没有这些坚强守护台湾主权的共识的，你用什么样漂亮的包装、漂亮的词藻来都没有用所以邱毅这些人。那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确有很大国家认同的问题。那我希望说，这并不是世代或青壮派的问题。国民党要认真面对他们对于中华民国、对于台湾，他们自己的主张跟认同是什么。如果连武统这样的人，然后现在大家还在怀疑吴思怀他的国家认同，那你国民党怎么样把这些人端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对中华民国有这些责任跟义务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去澳洲访问，在地时间16已经来到拉脱维亚，和各国友台小组来会谈，针对对伊打电话给民进党总调郭建明，希望伊斗3天。这个郭文德伊是讲希望会当帮助新的立法委员会当赶紧进入状况。咱做伙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讲法。基本上柯建明也是我超过20年的朋友了，因为我们都是新竹来的嘛，所以本来就认识。那不管怎么样，他在立法院大概做了27、8年了，所以他也当那个民进党的那个总召，人家号称是永久的总召是，所以大概要请教他几件事情，就是那个立法院的运作方式过去还有这个立法院的人脉的，还有一些机关还有运作方式，因为我们这5个立委你知道全部都是新的，从来没有在立法院待过，所以一些运作方式还是要先问一下，至少要先对现况有了解嘛。那你如果想要改，也要先知道现况，才知道你要想有什么想法。所以第一步是，那能够让我们如何协助我们这5位立委可以尽速进入状况。但有时候要磨合了，因为我想那个事实的真相什么，应该他会回答的。不过讲实在，很多东西都是误会嘛。我认为人世间的很多问题是误会的不过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该改的那就改嘛，所以通常是先调查清楚嘛那我大概会建议他们还是比照我们在台北市每天还是主要人员还是要开市晨会的，那把一些有没有说有造成困扰风波的记下来，那再研究说要怎么解决掉。
不过那个事情听起来好像是，我听到内部的报告是可以解释的，解释清楚就好。当然是这样的，如果该改的就改一改。资深媒体人认为，市长铁定会挺韩不被罢免，否则剩下自己会变成民进党的主要敌人，日子一定也不好过。市长怎么看这个说法？这个就是典型的阴谋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在扯到政治吼，然后再，我跟你讲啊，我倒觉得是这样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韩国瑜如果总统大选既然没有上，回去好好工作，就是说看一样嘛。你如果不要去引起这个罢免的继续下去，就是你这段时间的工作状况要能够说服人家说，你还是可以做下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去把我看像这种典型的阴谋论呢，想太多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复杂。其实用简单的心灵去面对复杂的世界，我倒觉得这个不要说我们会去支持然后反对，我倒觉得最重要还是韩国瑜自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平顺这种高雄市民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反感。要过年来看到，为了要保障民众食安全，昨昏下午，伫咧高雄也阁有台中拢有相关的行动。高雄卫生局和相关的部门来到三凤中街加查年会，用汽车检验年会敢有违法掺添加物。另外，票检局嘛当场检查这个棚仔，看头家敢有食凊头的情形，要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天也未拍曝光，台中市市长罗秀燕来到鱼市仔，也阁有果菜市仔来视察，和摊贩来拜年，嘛要了解鱼货，也阁有果菜，才会菜色果子到货量敢有正常。特别过年，各种大会四烧拢真受民众的欢迎。高雄卫生局拜时早起，甲相关的部门来到三凤中街做年会稽查，观察一下，看它颜色有没有变化。这个变成黄褐色，这个表示它有用过氧化氢去处理过。汽车甲地类有违法添加物的豆干拢走会去，卫生局的人唔拿检查线卖食品的标示是毋是有合格，各用汽车来检验年货有添加物无，避免互民众甲食落。在选择食材的时候，看看的颜色是不是特别鲜艳，或是有不好的一个刺鼻的味道，那这些很有可能会有违法的一个添加物、有害的物质。我们希望在驾驶的部分呢，它必须要磅秤确实，不要有斤两上的一个争议。校正一下哈。就惊有头家会食凊头，票检局嘛当场做棚仔巡逻的检查，守护消费者的权益。唔那高雄、台中嘛出动。台中市长罗秀燕天也未光，就走去鱼市仔视察，唔那向头家拜早年，嘛去了解鱼仔卖卖情形，佮借机会教大家买鱼仔的撇步。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眼睛亮不亮哈。那第二个看它皮肤光不光滑，第三个看它的鱼鳃。那鱼仔罗秀燕嘛真关心菜色果子配合的介绍。这个摊商告诉我，批发商告诉我哈，因为今年的量蛮充裕的哈，那所以价格呢很平稳。菜色果子的货有够，种类多，介绍嘛真稳。过年进前，各地政府机关总动员，要互民众安心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一寡人拢穿白虾来当做围炉菜。大东沿海放饲白虾业者，大家无用试试，赶伫咧新正年进前要出货交人。今年白虾准活率提高，品质嘛比往年搁较好，价销嘛较俗。要安怎来经上盖青的白虾？业者要来教大家江湖一点诀。台东的虾就是遐水，我们要吃多少就多少。活跳跳的虾看起来足青的，唔那看到真好食款，嘛是过年一定会有的料理。所以，逐年过年进前买虾的人拢会真多。台东的虾很多，不怕大家吃。今年饲虾的真有成就感，寒天了后，全台湾敢若剩台东太麻里海边啊，才有出产虾。今年唔那产量品质较赢永年，高品质的虾仔加上地理环境，互虾活落来纪录变悬，价销嘛直直落落来。抽海水来养殖白虾，那台东养白虾都是专养，所以不会有用药残留的问题。恁当过虾要安怎来拣？业者有撇步。就看胡须啦，然后看那个这个身上的结子，对，有没有紧密，对，然后不要有红色的样子。活虾就
卷曲的比较没那么严哦。比较不明显哈。红公公的虾仔芳出来，一半是现掠的，另外一半是冷冻的。虽望冷冻的煮过了后会揪起来，不过口感同款真 Q， 唔免温酱料就会当食到虾仔的甜味。业者叫大家放心，买虾仔通路若无问题，就免烦恼买到虾仔无青。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大规台湾来行透透，新正年宜兰团结中心特别有过年的气味。今年古仔灯节会当欣赏到规台湾，敢若恰恰有百家姓古仔灯壁，消费满额就会当抽 iPhone。一年一届大出去就是拔杯比赛，伫咧新正年车市上场，现场送南洋出名书法毛笔家大北的春联，少年线拔上届侪上杯的冠军，就送你飞去夏威夷。今日记得旧年传统艺术中心办的拔杯比赛，冠军的阿弟啊，甲30万的奖金摸回去。今年宜兰团结灯会嘛，按照过去办拔杯比赛，今年的冠军是要送你去夏威夷佚佗。愿意来拿的我就写。宜兰传统艺术中心，红讲是全台湾上有过年气氛的所在。单年灯会拢闹得滚滚，今年唔有拔杯比赛，佮邀请有名的南洋书法家伫记者会现场写字，留一百金翅贺岁、福寿安康的春联落来。参加拔杯比赛，就有机会会当甲赢回去。今年的团结灯会佮有特色百家姓古仔灯墙，民众会当甲家己的姓吹出来，翕相拍卡。除了百家姓的灯笼之外呢，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灯笼，包括跟老师傅合作的灯笼，包括跟宜兰监狱收容人合作的灯笼。我们很希望让全台湾的民众，甚至来自世界的游客们都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美，然后有传统文化的孕育的一个历史意义。活动为正月25办到3月初1，伫园区内底买满880块，就有机会会当抽到免费的 iPhone。过年来团结省，顺耍试一了运气。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苗栗东螺工业区边有一个环保公园，当年1月中开始，路边的泡花就已经开花啊，规个花蕊的色水真艳，沿路会当看到慢慢啊开落，蜿蜒是一条金仔色的水墙。即马规台湾各地民众听到消息了后，随赶出赶来咧欣赏。附近的民众嘛讲，这个花期头尾有2个月，先来先看。苗栗119线路边的这个泡仔花已经大开了。金柑仔色的花蕊破伫个墙啊，安尼规竿垂落来，就敢若亲像一偌金花水墙同款。煞我要几百公尺长，游客除了会当远看，嘛会当直接甲行入花丛内底，安尼互人亲像来到世外仙境咧。知道这是什么花吗？不知道只是觉得一片很漂亮。一片很漂亮。炮仗花，像鞭炮一样。哦，有像是这边的名产吗？其实东螺工业区环保公园的泡仔花，逐年拢会从1月就开始煞咧开，若来到农历的过年前就会大开。这时，规台湾的游客就会透过网络咧小报，有真侪人拢专工走来这欣赏花蕊，安尼嘛，互本来无名的这个环保公园来成做全国出名的景点。蛮壮观的，东西多就是漂亮。我是从台北过来的，看到网络上有介绍这样子，就是这片花海很漂亮。这个泡仔花安尼牵规竿，有富贵吉祥的意涵。所拜道民众讲，安尼简单用看，就感觉喜气当当。不过这规路拢是自由咧参观，平常时啊嘛无交通管制，嘛要呼吁民众讲，伫这停车欣赏花蕊的时阵，都要较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外国大代志来关心，美国犹他州发生细架飞行机失事弄徛街区的意外，外面会当看到飞行机规个冲火出来，失事载入去这个社区，弄到其中一户厝尾顶，该在内底无人住，其中这64岁飞行机的驾驶当场不幸无命。最近这几年，这个社区慢慢发生过像这款细架飞行机失事弄到的意外，害住伫遮的人，大家都真烦恼。搁再来关心，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最近真罕得落大雨做大水，沙漠城市27年来会当讲是头一届，规个车路淹做水路，亲像是收水池同款。民众讲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过这款的情形。气象专家嘛看甲目睭天开开，熊熊做大水，一寡民众目屎甘目甜，正苦当做食补。嘛有人坐伫咧购物车内底避雨，也阁有人坐伫茶帮当做伫咧过船啊过车路，画面不止啊趣味。
天顶乌坎坎，雷公四那铿铿叫，雨安尼一直上落来，落到出高楼。甲看这条路，将要变做游泳池，车嘛一台一台浮起来，亲像船仔咧。就连迄个贵松松的超级跑车嘛，拢浸伫咧水内底。中东的杜拜最近咧上大雨做大水，1小时的雨量有150毫米遐尼啊济。沙漠城市罕的淹大水，毋那是27年来头一摆发生。气象单位嘛来发出这个极坎气候的红色警戒。陥没した道路もあり、倒れた壁の下敷きになって1人が死亡しました。雨落袂停，交通嘛规个拢拍角球，毋那这个路崩落，都爱去封路。连无人机场的跑道嘛拢积水，安尼互无人机无法度起飞，嘛无法度飘落来。这个航厦大楼嘛安尼成做规片啊像海咧，旅客掉伫内底安尼几落点钟。甲看这个买物件的商场嘛拢淹水，民众无搭话，坐伫购物车内底咧觅水。Oh my God! This is what you call flooding in Dubai. 杜拜正恶劣拄顿会着淹大水，这边受到极坎气候的影响，规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拢对咧如苍苍。伫咧短短无到1礼拜内，交通事件就已经发生2000件啊！政府即摆嘛今日要来清理路的积水，民众嘛望讲会当早日来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疾管署宣布，为今仔日起提悬武汉旅游疫情警戒到第2级，也毋过暂时未限制台商往回台湾。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晶团队：钟齐汉、李知勤、陈亦凡、陈星、龙少华、司马玉娇、张富健、庞祥林、李若琴。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翁立友演唱英文版《我问天》，你有听过吗 ？IS 嘎 IS 嘎，Don't pray me more love you， make me pen pen pen。我问天，我问天啊！Don't play me， 哪个？我帮我翻译一下。别玩我，别玩我。原来是怎么唱？我问你，敢会当卖冲的？卖冲，不要玩我吗？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wants to put everything they've built for the last 30 years at risk for this endeavor. 台湾并没有条件去说我因为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敢冒险的去让台美关系下滑，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国家安全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周六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大家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生活中常常讲唔对，也毋过大部分看到拢是唔对的字。这就是听，这个听就支持 ON 赞助意思，像讲我听你。另外，买当讲是互伊平均，像咱讲停当。若是古早股票的分配亲上加亲，咱讲是股票小听。另外，佫有插一个人，或者是做对头的意思，像讲大人停囡仔边，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小听，这就是听某咪人支持某一个人的意思。第2个词听头，这个词不离深。古早是咧讲用扁担打物件的时，两边爱平等，刷来买当讲是2个人相配合做一件代志，买当讲是相斗打斗出钱，咱就讲听头。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比如讲投资金额无啥够，大家都爱加出一寡来听头，买当当做是互相相听。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听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疫情继续拖，唔那是泰国甲日本也阁有确定的病例。另外，这个越南嘛有2件可能的案例。咱疾管署派2个专家来到中国武汉拜访视察，拜3已经倒转来到台湾，判断讲在地可能有人喂人的风险。疾管署宣布，为今仔日起提悬武汉旅游疫情的警戒到第2级，也毋过暂时未限制台商往回台湾。
中国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今也未压落来，台湾疾管署嘛派2个专家过去，那去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受肺炎病人的病院、甲卫生健康委员会伫交流的过程，嘛知影武汉41个病人内底有2件厝内人做伙围着的案例，只能够知道说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感染的来源是不明。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防治，也许就不能够太局限，说一定是华南海鲜市场。防疫医师讲，第一件是一对翁仔某头个伫疫区华南海产市场上班，不过因某因为行动无方便，无去过市场，想未到伫头个出现镜头了后，让5天嘛去围着，怀疑是伫厝内围着的。第二件是爸爸、后生甲孙仔3个人拢伫华南海产市场上班，不过病压起来时间让真短。专家认为2件拢有可能是有限度的人喂互人的情形，因为当地超有3成的患者感染源也未查出来。台湾疾管署嘛宣布提关武汉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的警示，不过未限制当地台商回来台湾。到目前为止的感觉上是说，病程的进展是比较慢的，相对死亡率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因为数据还很少，那时间还不够多。中国附近的地区甲国家疫情嘛拢真紧张。泰国13号确诊一个病例了后，日本16号嘛出现头一件确诊的案例，患者唔捌去过华南海产市场。另外，越南嘛传2件可能是的病例出来。目前台湾疾管署继续针对直航的班机做定期的检疫，已经执行26个航班啊，拢无出现任何确诊的个案。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1万年5G 伫要上市。即马有电信专家认为讲，业者可能甲本钱探讨回来，1月日的租金的金额可能是899块到1004块。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晶团队：钟齐汉、李知勤、陈亦凡、陈星。龙少华、司马玉娇、张富健、庞祥林、李若琴。台视4月望雨，更加期待。翁立友演唱英文版《我问天》，你有听过吗 ？I ask God, don't pray me more love you, make me pen。我问天，我问天啊 ！Don't play me， 哪个？你帮我翻译一下。别玩我，别玩我。原来是怎么唱？我问你，敢会当卖臭屁？卖臭屁，卖臭屁，不要玩我吗？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欢迎继续等来到新闻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5G头一个阶段，这个牌已经审核啊，这个路标的总金额算的1380亿8100万，引起一寡消费者烦恼讲，到时阵这个5G 电信费用敢会变作贵松松，民众变作用袂起。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讲有信心会当互5G 的服务优质继续密续，也毋过学者煞咧闹开，认为讲卖啊贵，总讲一句也是正面的出钱，消费者可能会负担本钱。有电信专家认为讲，业者一定会甲本钱探倒回来。即马1月日的租金金额算的应该是899块到1004块。经过27天261回合，5G头一波频谱竞标总算伫16号结束，总竞标金额冲到1380亿8100万，超过本地政府设定的400万亿的目标真多。延续世基这个所谓的直优价廉的这个精神。大家民众烦恼到时阵5G 的费率会足贵的 ，NCC 先出面互大家放心。这届竞标的3个频段，敢若顶回4G 竞标留落来的1.8 GHz 无人竞标，3.5 GHz 的是中华电信标到上大的频宽90 MHz， 刷落是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甲台湾之星。另外28 GHz 得标的名单有中华电信远传亚太甲台湾大哥大，其中上适合5G 的手机用的3.5 GHz 上好的频段，看卖标金，台湾1364.33亿，金额世界第3名。加纳斯第1名，意大利的1512亿，甲第2名德国的1421亿，超过南韩。这么贵的标金，到时阵敢会算伫消费者的头壳顶？电信业者出面回应。G 的应用场域，那
这个等等这个应该是非常多元化的哈。所以这个应该未来的资费也会相对非常多元，一切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依归。看卖其他国家5G 的费率，南韩1个月1500到4000，普通在人用的上少爱2000块。德国配合手机5G 在人用1个月速度较紧的2700块，普通的方案买2440。不过有专家分析，未来台湾5G 的费率应该袂比今卖4G 贵伤多。资费还是会落在大概1200附近的，你还是要先去养出这群消费者之后，像是那些串流业者才有办法跟进。远传电信嘛讲，希望政府会当参考美国成立5G基金的做法，为标金内底拨一半出来，帮助电信业者建立5G，甲成本压好价，照顾民众。刷落来2月2日进前，5间业者该协商频谱的位，若敲袂好势，就该办第2阶段的竞标。5G的战争也未煞。记者综合报道。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钟齐汉、李知勤、陈亦凡、陈星、龙少华、司马玉娇、张富健、庞祥林、李若琴。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翁立友演唱英文版《我问天》，你有听过吗 ？I ask God, don't pray me more love you, make me pen。我问天，我问天啊 ！Don't play me， 哪个？你帮我翻译一下。别玩我，别玩我。原来是怎么唱？我问你，敢会当卖冲的？卖冲，不要玩我吗？快下载EC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自我上班还好吧？不用担心啊，他去哪边都不会被别人欺负。你说，快，好不？快！我对你这样打我的。我这是啊，出神经大条，我这是无神经的啦。人家就好吧。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揍死我了！堂堂丽雅公主，怎么沦落成丫鬟？这是爱。洪长威，花语心也是想跟你在一起。Oh my god， 一对一对的。那我们人鬼殊途。你走开！总是会幸福的吧？一定会，就像我们一样。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精彩最终回。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看见台湾，看见台湾的现在、过去，还是未来。知往见今，台湾的过去是今日台湾现状的因，也将深深影响着台湾未来的走向。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你知道这是哪首歌吗？我写你。带你去看星星。敏佑的歌，什么歌名呢？歌名不重要了，就是敏佑唱的。呀，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了。原主唱的家里有一个，你提示一下。可以陪你去看
星星，那就看星星。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On top of the world, look all around you. On top of the world, touching the sky. Got my head in a whirl since I have found you. I'm learning to fly. On top of the world. 每周日早上9点，请准时收看《设计家》。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需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接着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啊，卖剩啊！他就是要你死，他就是要你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钟奇汉、李知勤、陈亦凡、陈星、龙少华、司马玉娇、张富健、庞祥林、李若琴。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翁立友演唱英文版《我问天》，你有听过吗 ？I ask God, I ask God, don't pray me more love you. 我都会了。Make me pen pen pen。我问天，我问天啊 ！Don't play me。哪个？你帮我翻译一下。别玩我，别玩我。原来是怎么唱？我梦的敢没当卖冲的。卖冲，不要玩我吗？快下载EC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是我上班还好吧？不用担心啊，他去哪边都不会被别人欺负。你说，快，阿布，快！我叫你来这样打完没？我们是啊，是神经大条，啊，我们就是无神经的啦。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爽死我了！堂堂丽亚公主，怎么沦落成丫鬟？这是爱。佟蔷薇，花语时也是想跟你在一起。Oh my god， 一对一对的。那我们人鬼殊途。我是会幸福的吧？一定会，就像我们一样。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精彩最终回。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并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我的出发点就是只想把好吃的东西给朋友、给客人，尽量把我们上海的特色介绍给台湾朋友，让他们吃得很高兴。因为有很多东西上海人已经吃不到了，这已经失传了啦。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
酒一梦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合欢山，今年甲单也未落大雪，不过冷气团也是真有寒天的气味。其中中华山烟花大开，台北线中华公路为天上起一直到关原沿线，超过3000外丛的山烟花，也有北中央慢慢开花，规个点阵道青冷冷的山谷，互人学了解特质。新闻上尾朝台做过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台视上新8点动大戏，上介强的金晶团队：钟奇汉、李知勤、陈亦凡、陈星、龙少华、司马玉娇、张富健、庞祥林、李若琴。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